这个歌叫做《孤鸾花》，也是咱台湾名作曲家杨三郎先生作词作曲。这个歌真好听。咱大家拢知影杨三郎先生是一个作词家、作曲家，但是真侪人唔知影杨三郎老先生伊以前的经过甲努力。我了解真侪，我将咱杨三郎老先生伊的经过讲互咱听，互咱会感动。杨三郎先生伊的本名叫做杨五成，在这个民国26年，杨三郎先生拄拄18岁，就要出国去日本，去拜日本音乐老师。为师，伊老师叫做清水无香。跟伊老师清水无香，学写诗，学写歌，学作曲。日时才去上课，暗时啊，才对伊老师的音乐团去伫咧打工。了后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才好艺名叫做三郎。人家叫做杨三郎。到民国27年，杨三郎先生一定21岁，学成圆规啊。迄阵就安尼到大陆，在大陆的每一个大都市里咧表演，伫咧演奏，北京、天津、东北的哈尔滨，每一个所在表演拢非常的成功。民国31年的初，迄个时阵大陆煞来战争，伫咧紧张，杨三郎才回来咱台北，伫咧发展。到民国35年，在迄个台北的放送局，就是即摆现在的中央电台，伫咧发表会，第一个作品，杨三郎先生的杰作，叫做《梦里早归》。足大受欢迎，作品上处受社会大家注目认定，这个歌真正好歌。伊才成一个台湾不得了的作词家、作曲家。杨三郎先生到民国41年，就安尼家己落去组立一团叫做乌鸟歌舞团，在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戏院，伫咧公演、伫咧发表。每一个所在表演，拢一定会找一块新歌送予听众，互伊欣赏。人讲好景不长，这个时阵就是杨三郎先生接受凄惨的时阵，到民国54年，迄个时阵，规个戏院拢流行伫咧跳舞马场，伫咧脱礼舞。杨三郎先生。伊决意唔愿对落，争一口气，同款的乌鸟歌舞团，也是综艺节目以歌为主，甲人拼。不过迄种的，要哪会拼赢脱衫脱裤，对无？经过一段时间，杨三郎先生就安尼负债作债情形下，不得已，才将伊乌鸟歌舞团就安尼解散。歌舞团解散了后，杨三郎先生为了家庭的生活，就尽量写歌，去甲电影伫咧配歌。但是呢，迄个时阵的电影经济无好，所拍的电影、配歌的电影，拢是开钱票，每一张的钱票，拢总甲跳票。在伊的生活困难，不得已情形下，一个作词家，一个作曲家，就安落咧做工，落做粗重的工，什么活伊拢做过，甚至甲到桃园的观音乡，去伫遐咧饲猪、倒三顿，一代音乐家，就处变甲遮凄凉。
我总已经会讲互咱听。我相信咱大家听了，会为杨三郎老先生来伫咧苦叹。人讲岁月不留人，到甲民国78年5月25，在国泰病院，咱一代的作曲家杨三郎先生，就安尼来病逝了，就安尼离开世间。在要出山迄一日，我才看到讲作曲家最后的得点。伊所教的学生、乐师，用讲千万，乐队全部来要甲送出山，拢全伊学生佮传落来学生，要出山迄一天，就安尼奏一块歌，甲送上山头，或者望你早归。亲像鸳鸯水啊，不是小水，无意的来行分离。牛郎一年因两月，每年有相会。怎样你若一去转眼？放下阮孤单一个，若是黄昏月亮要出来时，加添阮心内悲哀。你要甲阮离开迄一日。也是月要出来的时，阮只好来拜托月娘，替阮讲予伊知，讲阮每日悲伤流目屎，希望你早一日回来。若是黄昏月亮要出来的时，加添阮心内悲哀。你要甲阮离开迄一日，也是月要出来的时，阮只好来。替阮讲予伊知，讲阮每日悲伤流目屎，希望你早一日回来。